好，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3岁小男童尻川皮一大沓乌青经过，这个警方甲社会局介入来调查，结果查出是这个小男童的妈妈上班的小烘店的头家动手甲拍。原因是这个小男童去摸做生理咧用的小烘器具甲家私，安怎甲囡仔讲，安怎甲话，就是话袂听，讲袂听，所以这个妈妈就授权予头家来管教。结果头家甲囡仔拍尻川皮，拍到乌青经火。社会局讲，头家已经违反着儿少法，会当罚款6万到60万。啊，即摆小男童是交予外妈来照顾，外妈讲要来告头家伤害罪。这3岁查甫囡仔规尻川皮拢乌青，手嘛肿起来，甲拍的是因老母上班的所在小肉店的头家。那个妈妈上完班收完店。上去看小孩子怎么趴在那里哭，看一下才发现他身上有伤。代志被公开是因为囡仔老母的朋友都上门发现这个做老母的替囡仔滴抹药啊。那因为小朋友过于这个调皮哦，所以有遭受到一些管教不当的一些情事。讲因为囡仔会去摸烘肉家私，伊几啊摆甲警告拢无效，所以讲因老母爱头去甲伊管教。不然就袂使拍囡仔啦。我看到，看起来蛮乖的。依照社会局调查，囡仔是单亲家庭，因老母较无闲，无时间甲照顾。臀部、背部还有大腿的部分呢，都有大片的淤伤，需要做立即的处理。好，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做了验伤。社会局讲，因老母必须要接受亲子教育，啊，若拍人这个小肉店的头家，会被依照儿少法罚6万到60万。这个囡仔经过评估了，已经交予因外妈来照顾。这个外妈唔甘孙仔受伤，讲要告这个头家伤害。